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彰化县大城乡的路段真挖进这个漏水溪，漏水溪的溪水这几天来涨大水，淹起来大路顶，加上雨水安尼冲安尼洗，结果有将近20公尺长的路面地基来挖空断路。这个地点离边仔的高铁铁道的桥墩无到10公尺，这个高铁的安全使人烦恼。相关的单位紧急派人抢修，紧把这个大路搁甲吞起来。落几啊天的雨总算停啊，不过眼前这条路尾20公尺的路面地基防挖空，60公分的长残看现现，边的电火条啊看起来嘛那要倒落。迄天上大刚搬过来，这摆特别严重，这摆特别严重。这是彰化县大城乡伫落水溪边的河床变道，因为落大雨，落水溪淹到斜路，搁加上雨水直直冲，要20公尺长的路面地基拢逼开。离高铁这么近，不到10公尺还好啦，这边都没有损坏嘛。互人更较烦恼的是，路面斜落的地点离边高铁铁路的桥墩较无10公尺。高铁的桥墩呢，底下的基桩，再加上基桩上面的基础，深入地面呢将近70米深，所以对于地表这个道路的塌陷呢，对于高铁的营运安全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。台湾高铁彰化站讲，这个路段是落水溪的河床，高铁的桥墩地基至少有70公尺深。这个地点伫河床边啊，嘛有强化桥墩的安全，初步调查无安全的问题。对河防安全跟对高铁桥的安全，初步评估应该都还没有安全上的疑虑。水利署第4河川局嘛讲，这个所在未影响到高铁桥墩的地基，且民众会当安心来坐。派去的路嘛，赶紧抢修，按算伫1天内就会当完成。